今集帶大家嚟到澳門半島，試下每日限量新鮮出爐嘅流心撻，包住大大粒康果同香濃奶醬，一夾起，果肉即刻爆出嚟。再行一圈異國風滿滿嘅海濱主題區，好似置身迷你歐洲加古代羅馬。一邊擔住特調雞尾酒，一邊睇住舊城區燈火閃亮。開始澳門第一集。如果想睇嘅話，記得訂閱旅遊通呢個 channel， 按埋 like 同 share， 我哋馬上去片。上季第一輯嘅澳門3日2夜，用咗1連4集帶大家由澳門半島玩到路氹西。嚟到第2輯澳門3日2夜。會繼續陪大家玩轉成個澳門，今次一樣係由香港搭金巴出發去澳門，行車路線同交通細節可以睇返第一輯澳門3日2夜第一集。到埗之後，我哋再轉巴士101X 喺新馬路大豐站落車，正式嚟到今次入住嘅酒店——澳門新中央酒店。今次我哋入住澳門新中央酒店嘅雅致大床客房。呢款房型嘅房間面積大約22到25平方米。整體以復古葡式風格配木質家私做主調，加埋一張舒適大床同柔和燈光，房內設備齊全，有獨立淋浴間、迷你吧、咖啡茶沖調設備等等。朝早只要搭 lift 落到樓下嘅碧麗宮餐廳，就可以享用酒店嘅早餐。如果中意睇夜景，就一定要上酒店天台酒吧，一邊飲住迎賓杯，一邊俯瞰新馬路同議事亭前地一帶嘅燈海。想睇更詳細嘅設施介紹同周邊景點玩法，記得留意旅行揾酒店系列嘅足料版本，會再慢慢同大家分享。今集我哋嚟到澳門半島，發掘下啲隱世美食同必到景點。第一站帶大家試下人氣爆燈嘅 Seek Bakery。澳門嘅 Seek Bakery 喺澳門半島大三巴附近嘅橫街窄巷裏面，就喺大三巴牌坊同議事亭前地呢啲熱門景點隔離，係一間遊客好容易順路行到嘅甜品鋪。澳門嘅 Seek Bakery 呢，係一間好有創意而且口碑極正嘅空腹店。佢哋最出名係拿破崙果麩同埋一系列法式酥皮甜點，標榜用高品質材料，手工整千層酥皮，食落鬆脆又唔油膩，買一盒就可以試齊好多款口味，由經典葡撻到抹茶、可可、奶香布丁等，一次過滿足晒你唔同嘅甜品癮。朱古力流心撻，面頭鋪咗層可可粉或者朱古力粉，深啡色望落去特別濃厚吸引，入面係濃郁流心朱古力餡，夾埋酥皮邊嘅香脆口感，朱古力味爆發出嚟好夠勁。都乳治抹茶流心撻，面頭鋪咗細緻嘅乳治抹茶粉，顏色濃郁飽滿，中間係有流心效果嘅抹茶餡，食落微甘帶啲奶香，茶味突出唔苦澀，好啱乜茶控。泰奶流心撻，用鬆脆嘅千層撻皮裝住泰式奶茶餡，橙金色好搶眼，好似將泰式奶茶變成一啖就食到嘅甜品咁。法式酥皮香草蛋撻，用咗多層法式千層酥皮，外層焗到金黃微焦，咬落去脆卜卜又鬆化，有啲似法式燉蛋咁幼滑。個盒嘅設計好簡約，又有少少法國風。
一打開好似個迷你卡拼盤咁，好啱影相打卡放上社交平台，用嚟做澳門手信或者送俾朋友都好有心思。飲品方面呢，日本有自動椰水，係用椰水做底，再加埋清新嘅日本柚子果肉同果汁，飲落冰涼清爽。抹茶朱利冰茶就將果香冰茶同滑口嘅抹茶奶蓋結合，一入口有果香、茶香同奶香幾重層次，特別啱同 Seek Bakery 各式精緻甜品一齊享用。澳門世紀咖啡大三巴店就喺大三巴牌坊後面條巷仔入面，由牌坊行過去大概5分鐘就到，揾到巷尾嗰間世紀咖啡。世紀咖啡係一間有古仔又有味道嘅老字號咖啡店，係好多人嚟澳門必踩嘅一站。主打推介有瓦煲咖啡、厚蛋豬扒包同埋花生奶油方塊。今次我哋就揀咗厚蛋豬扒包。米芝蓮推介嘅厚蛋豬扒包，份量大到要雙手捧住先咬到。世紀咖啡嘅厚蛋豬扒包，用先烤後篤嘅豬仔包，外皮微微脆口，入面仍然軟綿綿，咬落去先聽到麵包卜卜聲，再帶出淡淡麥香。內層夾住秘製地過嘅厚切豬扒，肉質結實又多肉汁，鹹香度啱啱好，唔搶味。上面再加一大片厚蛋，蛋心保留少少嫩滑，入口滑溜香濃，同豬扒、麵包一齊咬落去，層次感好豐富，會有食一個飽兩餐嘅滿足感。益燕堂甜品就喺澳門半島市中心最旺嘅地段，近住新馬路，喺好有懷舊 feel 嘅福隆新街同紅昌門街附近。今日就帶大家一齊去呢間人氣甜品店益燕堂甜品度睇下啦。澳門嘅益燕堂甜品係主打平民價錢嘅燕窩甜品同埋創意澳葡小食嘅打卡級甜品店。除咗鹹水燕窩甜品，仲有鐵板料理鮑魚撈麵、豬扒包、馬介休球呢啲鹹食，一間鋪頭就可以由正餐食到甜品。芒果腸粉用冰凍椰奶腸粉包住芒果肉，淋埋香甜嘅芒果醬落去，睇落似港式腸粉，但其實係清新甜品版。腸粉軟糯滑溜，夾埋多汁芒果同椰奶香，酸甜平衡，係好受歡迎嘅清爽甜點。鐵板芝士牛肉拌飯，熱辣鴨鐵板捧上台，白飯鋪滿牛肉片、粟米同芝士，一邊拌一邊聽到吱吱聲，超吸引。芝士喺鐵板上面慢慢融化，包住牛肉同飯，香濃但唔會太漏。底層仲有微微焦脆嘅飯焦，食落好滿足。焦糖椰皇布甸，用成個椰皇裝住布甸，面頭燒成焦糖脆皮，賣相勁有儀式感。布甸入口滑溜，帶清甜椰香同微微焦糖嘅甘甜，食到邊位仲可以刮到椰肉，口感更加豐富。椰皇奶昔，用椰奶加牛奶或者雪糕打成棉滑奶昔，椰香味好濃淡又唔會太甜，凍冰冰上台，飲一啖就有南洋風味，好解渴。同店入面其他椰子甜品一齊叫就更有主題感。澳門漁人碼頭喺澳門半島新口岸嗰頭，沿住孫逸仙大馬路嘅海皮一路伸延，近住外港客運碼頭同金沙酒店一帶，位置好就腳。如果你由路氹西過嚟澳門，可以搭澳門酒店嘅穿梭巴士先去到金沙酒店，之後跟住條路行幾分鐘就到澳門漁人碼頭啦。澳門漁人碼頭好似一個迷你嘅歐洲影城，行幾步就由古羅馬鬥獸場、地中海小鎮、英國街區跳到去葡式彩色建築。古羅馬鬥獸場區仿古羅馬鬥獸場嘅拱門、石牆同半露天觀種植最標誌性，遠遠影成幅外牆，好有去到歐洲古城嘅錯覺。歐陸建築小街，園區入面有多種風格建築，粉紅色同湖水藍外牆配小露台，走嘅係南歐度假風。陽光底下影相特別出色彩，亦有英倫風鐵花欄杆露台、木梁老屋等等，一條街就可以影到好多唔同場景。Roman Gelato 喺澳門漁人碼頭羅馬競技場區入面一間超有儀式感嘅雪糕店，門口就係拱門石柱同巨型雪糕裝置，
拎住雪糕喺店前面影相，好似去咗歐洲小鎮甜品店打卡咁。店內主打意大利手做雪糕，同時玩造型創意，加上迷你餅乾、心形裝飾同倒轉筒設計，視覺效果好豐富。Roman Gelato 嘅澳門杏仁味雪糕，用咗地道杏仁元素整成奶白色雪糕球，一入口就係濃郁杏仁香同奶香互相交夾，質地幼滑偏片身，食落好順喉，配埋脆皮筒、迷你杏仁餅同心形小裝飾，再加側邊一支倒轉嘅筒做造型，成個樣完全係打卡係雪糕。拎住影近鏡大特寫或者對住羅馬董門街景影，個畫面即刻有層次又充滿旅行感覺。加斯蘭花園喺澳門半島南灣嗰頭，市中心邊皮圍，離新葡京酒店同南灣湖一帶都好近，由呢啲澳門地標行幾分鐘就去到。加斯蘭花園係澳門鬧市入面一個有歷史嘅歐陸風情小公園，可以影到好多充滿葡式風情嘅畫面，被視為澳門最早嘅公共花園之一。最出名嘅係嗰座粉紅色建築，以前係歐戰紀念館嚟，外牆有弧形同埋柱線，遠啲影可以將成棟建築連埋前面嘅石階一齊影入鏡，感覺好似置身喺歐洲小鎮咁。澳門有間叫老人牌嘅中葡沙甸魚文化專門店，喺澳門半島南灣附近，鋪頭喺羅寶博士街，近住南灣大馬路一帶，係遊客成日去嘅觀光區。由新葡京酒店或者因王子馬路行過去，大概3至5分鐘，位置喺市區，好容易揾到㗎。澳門有間老人牌中葡沙甸魚文化專門店，佢將過百年嘅葡國沙甸魚品牌故事變成打卡熱點兼特色手信店嘅文創空間。店裏面色彩繽紛嘅罐頭牆、禮盒同埋周邊小食，將沙甸魚由普通罐頭升級做旅客眼中嘅澳門味道紀念品。老人牌係源自葡萄牙馬托西紐滲，有超過100年整沙甸魚罐頭嘅歷史，將澳門人食慣嘅家常味道包裝成遊客都可以輕鬆拎走嘅城市名片。除咗原裝進口嘅沙甸魚罐頭，仲有多款澳門限定口味，好似沙甸魚杏仁餅、沙甸魚曲奇、沙甸魚餅乾禮盒，將魚鬆放入餡料，鹹香同甜點結合出獨特嘅澳葡手信。澳門新中央酒店1928天台酒吧係一個將老澳門霓虹招牌、美式復古小餐車同高空夜景撈埋一齊嘅露天空中酒吧，氣氛輕鬆又充滿懷舊味。間酒吧用咗1928年天台做主題，紅燈小車做視覺重點，綠紅黃燈光超搶眼，隨手影張相就係復古澳門夜生活嘅畫面。抬頭就見到巨大嘅新中央紅色招牌，加埋露台一圈綠植點綴，既有老城情懷，又帶少少摩登嘅 show 味。一邊可以俯瞰大三巴同舊城區嘅燈火，另一邊就望到新葡京等地標同議事亭前地一帶，彎彎曲曲嘅馬路同廣場燈光砌成一幅立體版澳門夜景明信片，好適合情侶或者朋友飲下酒傾下偈。上嚟換一杯迎賓酒，吧台裏面排滿各式烈酒同果汁，調酒師即場調配雞尾酒，放喺藤漬台上面，好有度假感覺。高身香檳杯裝住琥珀橙色嘅氣泡酒，酒面用青檸乾片點綴，第一眼已經好有度假氛圍。入口想像係果味偏重，帶少少氣泡嘅清爽款式，好啱上到天台，一邊睇夜景一邊慢慢啜一啖暖身。短腳金邊玻璃杯裝住淡金黃色飲品，味道可以想像係酸甜平衡，氣泡感比較明顯嘅一杯，酒味唔會太重。作為住客憑飲品勸換到嘅迎賓小酒，啱好為天台之夜揭開一個輕鬆嘅序幕。今集就講到呢度，下一集會繼續澳門3日2夜嘅旅程，記得睇埋下集預告。
旅遊通頻道已經正式開咗 Facebook 同 Instagram。之後除咗片裏面講到嘅行程重點，為咗大家更方便安排行程同埋揾有關資料，兩個平台都會同步更新，等你可以隨時查返路線、交通同埋實用小貼士。Facebook 同 Instagram 仲會不斷加埋各地嘅美食推介同打卡景點介紹，由人氣餐廳到隱世小店，由必去景點到冷門小區，全部同你整理好。記得幫旅遊通 Facebook 撳個追蹤， Instagram 撳個 follow， 再加埋開啟通知，下次 plan trip 就可以一邊睇片一邊對住啲 post 揾靈感。